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7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总统赖清德上任了后，昨暗头一届执行死刑，32岁死刑犯黄林凯洪庆决，受害者爸爸讲总算帮太太甲查囝讨回公道。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提案要抬除公司23亿预算，搁要抬掉国家语言福建的3亿，引起反弹。国民党团强调会搁修正。中国文旅部早起宣布，最近会恢复福建、上海的民众来台湾团体旅游，咱国陆委会表示欢迎。来看总统赖清德上任了后，昨暗头一届执行死刑，32岁死刑犯黄林凯，在2013年杀死前女朋友甲前女朋友妈妈，昨暗10点的控离婚，在台北看守所执行枪决。受害者的爸爸讲伊感觉真安慰，会去向太太甲查囝讲，已经帮因讨回公道了。台北监狱刑场暗内电火钥匙光影影，因为过4年了后，搁一届执行枪决。法警甲管理员去现场维安戒备。16暗时10点02分，死刑犯黄林凯总算复发。这一天，被害者的家属已经等要12年。恶人有恶报啦，歹人有歹报，所以司法互阮一个公道。真正爱枪杀的，拖12年，拖到即阵，那真正到人互杀死，你无报仇啊，人会甲你取笑啊。12年，各位困的哦。黄林凯是伫红色安全帽一个，今年32岁。2013年伫新北市三重埔，甲因前查某朋友的老母杀死了后，再搁甲女朋友性侵杀害，妨以性侵杀人甲杀人罪判死刑，终身褫夺公权。最高法院2017年驳回上诉，判黄林凯死刑确定。法务部16甲枪决，嘛开记者会说明，强调死刑符合宪法，法务部依法行政。本案刑事程序之进行，符合宪法判决所揭示的确定之终局判决，经辩护人到庭辩护，经过言辞辩论，合议庭法官一致决，以及其他宪法最严密之正当法律程序保障。去年黄林凯透过限缩死刑下用的宪判，趁这个机会申请释宪，让受害者因老爸无法度接受。即马法务部长批准执行死刑的时间，就伫因查某囝做生日记的前一天，互伊是真感慨。咱拄好，我明仔载是阮双胞胎，伊个17号会生日啦，有时间去甲阮某甲阮查囝甲拜甲讲，黄林凯互枪杀啦。这嘛是总统赖清德上任了后执行的头一个死刑。黄林凯今年32岁，是目前上届少年的死刑犯，嘛是死刑实现了后被枪决的头一个人。公司新闻综合报道。目前咱国内有37个死刑犯，黄林凯为什么先防枪决呢？法务部是指出讲，黄林凯已经无非常上诉的理由。法务部长陈明谦嘛强调讲，一切拢是依法来执行。剩的36个死刑犯敢会陆续执行，还是讲有的会阁提出非常上诉？这个检是表示讲会一案一案来审理。陈明谦接任法务部长了后，第一摆签准死刑执行令，相关犯下情杀案的黄林凯引起外界关心。关检所内底30多个死刑犯，为什么依性别执行？尊重最高检个案的一个非常上诉的一个审核的一个结果来执行的，没有其他的一个任何的特殊的考量，合乎宪法法庭所指示的最严密的一个审判的一个程序。今日黄林凯和最高检审查员认定符合宪法8字，犯罪情节上严重，有辩护人到庭辩护，甲法官一致决，也尽所有救济定数已经无非常上诉的理由。不过，伊的辩护律师捌伫个16暗时赶伫执行进程当中，和最高检驳回。其他的36名死刑犯，必须要等到最高检这个总长审核完毕之后，如果有不符合非常上述事由，报警本部之后，本部才会依法接续处理。
国内死刑犯目前还有36人，选去是毋是会被执行？检察总长是毋是会提非常上诉？国务部表示，议员按由最高检来调查，最高检无放定相关进度甲标准。简单讲，其他死刑犯拢继续就按着项审核当中。其实最高检是知道这个律师已经阅卷嘛，然后阅卷之后会提非常上诉的。那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就是去进行执行，我们觉得就是非常惊讶啦。在台北看守所，有时候我们有团体的辅导，他会在当中，有时候个别的辅导。可是我看起来他没有太多的信义想要接受，是挺是冷血的。很冷血的，是因为他们没有觉得说我做的事情怎么样。继4年外，国内还有死刑犯被枪决。国务部强调，无任何政治力、外在因素的考虑，一切拢是依法进行。不过，这摆执行外界也引起无共款的声音。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这是大政府上任了后，嘛是死刑实现了后头一届执行死刑。在野党虽然表示肯定哦，嘛质疑讲时机是真敏感。总统赖清德今仔是表示讲死刑无危险，法务部是依法执行，嘛向受害者的家属表达慰问。根据司法院宪法法庭的判决，死刑是合宪的，并没有违宪。因此，我非常希望社会大众能够支持法务部依法行政。同时，我也要向受害的家属表达慰问之意。这么多年，大家辛苦。总统赖清德上任了后，当时嘛是死刑实现了后，法务部头一届签准死刑执行命令，将犯下奸杀案、杀死女朋友也甲女朋友妈妈的死刑犯黄仁凯伫16暗时行刑，只是时间点敏感，互在野党质疑是伫想要转移政治困境。之前他觉得民调上面没有问题的时候，他就不执行死刑，也不让法官判死刑。结果呢，今天民调出问题了，就抓1、2个人出来把他打掉。所以坊间有一些说法说的比较难听啦，但我不会去这样讲了。就他说拉一条人命来祭旗啦，不需要去无限上纲去臆测政治的动机跟目的，而事实上这件事情是法律层面、法治国家的原则，跟政治又何干？民进党不会讲转移焦点这个讲法，不过执政党拄到大法官人事案前言，114总预算卡关才会调野对立，尤其是总预算拿白提案的案件真多，3000多件，调野协商一再破局。港总透早拜会立法院，烦恼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冲击产业。国家的预算其实影响到国家永续的发展，这1-2天应该透过大家智慧，应该也可以解决哈。不能来协商，对我们来讲是缘木求鱼啦。你讨论心理，韩国医疗问题是规定人类国家中央岛，还要用什么方式呢？全部把弄保留，因为我开台下先一块。我们必须釜底抽薪，釜底抽薪就发动大罢免。民进党竟然在瘫痪掉了党团协商以后，在干的事情是马上进行铺天盖地的造谣跟抹黑。在野党认为加编预算互人删减，这是真正当的代志。执政党强调，大幅度删除总预算会造成国力会变差。行政院嘛无排除采取救济性的做法。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个人提案，要全部态度补助公司的23亿预算，引起各界的反弹。今天有影是工作者去立法院表达不满。国民党团嘛强调讲，昨开会沟通协商了后，提案会修改哦，要改做台减1/100，2300万的预算。只有你在那边用意识形态在毁掉我们的公共电视。民进党7个教育文化委员会立委，因为不满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个人提案，要甲公司23亿的预算拢总抬掉，所以陪同包括王小台等几个导演、编剧、甲影视工作者去立法院表达因的心声。不过陈玉珍雄雄出现，双边就安尼起配面，一句来一句去。你到杨立洲导演的脸书来问我们参与的，然后要我们公开我们的名单。你们都公开了？不好意思啊。我也是里面其中一员，我叫陈世杰，好，请记住了，你的组织还没过来，所以你今天就要开始搞。什么组织？
中国那边的组织，意识形态。我要为3预算而3预算，请你用心来了解我们这个影视行业好不好？我们影视行业现在是一个寒冬，很有可能2年后就泡沫化了。我就是因为这样才不爽，我没有说是蓝绿。这个提案引发影视界、文化界甲学界人士的反弹。导演杨立洲甲杨家德等人讲，要投入制作大罢免宣传的影片。也若国民党团16开会协商沟通，尾也整合几个委员的意见了后，决定把提案修改做台1%，也就是台2300万的预算。在预算程序上，我们本来就会去整合不同委员的相关的提案，然后做出最后的结果。那么我们会把公示的23亿的补助预算删除1%，而且即使到现在为止，一直到最后我们的表决，我们对于相关的预算都仍然有修正的可能。昨天文化部有来找我沟通，老百姓的血汗钱是这样在花的吗？然后民意代表难道不用监督预算吗？我认为我做对的事情。针对公司的预算，民众党团强调讲，因并无提案要全部汰掉，嘛无支持相关的提案，干那针对台湾 Plus 的预算提出冻结。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唔拿提案要汰除公司的预算咯，嘛提案要汰除文化部国家语言学诊的3亿的预算，加未来成立国家语言发展中心的1500万。关心母语的民间团体是批评讲，相关的预算若互汰掉，对母语的推杀伤害是真大，嘛害咱国家语言的发展倒退路。最近朝野咧协商114年度总预算，南洋立委陈玉珍也提案要下调文化部国家语言学诊的3亿预算，佮有成立国家语言发展中心的1500万，引起长期倡议母语学诊的民间团体不满。这几冬一直有咧向外扩散、向外探，可比讲愈来愈侪新的这个创作者好艺文工作者团体来投入伫个这个语言学诊的工作，这几冬的这个成果其实是不止啊大，所以若是讲开掉文化部这个有关国家语言发展方面的这个预算，其实是会影响足大。李江曲台语文教基金会强调，3亿预算若是汰掉，会互咱国家语言的发展倒退路。由母语家庭组成的台语路协会也表示，真无简单有各种母语活动资源的投入，而且学习母语是囡仔的权利。包括讲教育方面啊，还是讲譬如讲囡仔册啦、出版品啊，吼，不管是戏剧表演、音乐剧，这拢是囡仔的大汉的过程中。应该会使享受到的一寡社会的教育资源，啊，这对于阮来讲，这是足重要的，这嘛应该是政府本来就应该做的。客委会也伫面册发布影片表示，若是客委会预算丰台70%，客语教育传承会无法度顶当。学语认证会停办，影响的是全国学语教师间学生的权益。中小学客家语文竞赛会停办。针对国民党立委陈玉珍的提案，国民党立院党团拜5举行记者会，强调这是立委个人的提案，是正常的预算定数，也有修正的可能。伫预算定数上，尾也会去整合其他委员无同的提案。伫议会表决进前，预算拢有修正的可能。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再看中国文旅部早起宣布讲，最近会开放福建、上海的民众来台湾团体旅游。咱国陆委会是表示欢迎，业者嘛表示讲，这是对华官方正式的开放停事哦。望讲今年的第2季都有中国团客来台湾。中国文旅部正式伫官方网站公告，为着进一步促进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加国联系交流常态化，最近恢复福建、上海两地民众组团到台湾旅游。对这代志，咱方陆委会回应，政府欢迎陆客来台旅游，按过具体实施也是有待陆方公布具体做法，并赶紧照小两会进行沟通，互未来两方的交流会当顺利执行。你进一步，我进一步。相向而行，好，不要再陷入恶意的螺旋。那这次是人家的文旅部的宣布，照就是以往的啊，有旅游、观光旅游的小两会、台旅会跟海旅会，
能够进行下一步的这个磋商。业者指出，2008年开放陆客来台，嘛是同款的模式，照顺序人数渐渐增加。若是咱方也会当解除禁团令，嘛至少也需要2个月至3个月的作业时间，团客才会当正式来台湾。旅宿业者讲，政府开放脚步应该爱较紧的。目前真侪中国客拢是透过第三地中转来台佚佗，毋但伫台湾停留的时间较短，消费力嘛降低。他可以直接过来的话，可能是1个礼拜。那但是因为他经由香港或者是经由新加坡，他可能必须在当地停留2天到3天，来到台湾的时间当然就只剩下3、4天左右。所以这2个地区其实应该最熟悉台湾的，不管是自由行，不管是团客，他们对台湾都相当也很肯花，也了解台湾的方式。业者指出，上海甲福建的旅客消费力好，2地差不多占过去自由行中国客的4成。对业者希望会当赶紧重开，观光署是讲，目前恢复2花双向对等的观光旅游是政府既定的政策。署长周英辉嘛表示，这是好代志，台湾已经准备好啊。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德鲁区经营酒店昨半暝着火哦，赶紧疏散旅客甲员工，有5个员工送病院。因为经营酒店去年4月初3大地震了后，1个月16才恢复营运哦，所以嘛，互外界是真关心。一个接到太鲁阁山区的经营酒店发生火灾，新秀地区的消防人员快速派遣3个分队去抢救。好在在的时间，酒店的人员已经家己把火拍花，嘛快速疏散96个住客，也有120个员工到大门口。自己的消防编队他们去有尝试扑火，有几个就是可能有吸到煤油比较不舒服、头晕的这样。我们现在是还在整理。这件火灾是伫16暗时10点48分发生的。酒店的员工伫并地下室3温暖的时阵，发现航箱导火，有随油水线灌救嘛快速得到控制，不过也是有5个参加拍火的员工呼吸道无爽快，互人送去病院观察。那我们到的时候，他们已经有4到6名自卫消防编组的员工拿消防栓的水袋跟苗子在进行灭火，那火势已经被它控制下来。自动洒水系统跟警报系统也有作动，那所以那个火势并没有延烧到其他地方。因为太鲁阁经营酒店伫去年4月初3地震了后休业，才无简单准备好1月16复业，随着发生火警，互外界真关心。对这代志，业者是讲事故的原因还搁伫鉴定。目前在顺除了3温暖以外，酒店的营运一切正常，也有互住客关怀，而且当日的大班费全部免费。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中市第3分局的健康派出所，一个姓肖的警察，顶个月帮一个19岁被害人做笔录，落尾说利用公务做理由对人高甜，搁卡来手来，被害人是真痛苦，厝里的人嘛唔敢去报案，所以去向民意代表来申诉。这个警察已经被调职，嘛得接受调查咯。这个查甫人走去受害者因兜门口，伊就是姓肖警察，利用凶案件口外的物件做理由，想要走入去受害者因兜。询问进前，佫有确认敢无监视器。现在还有装监视器啊？你现在还有装监视器？虽然受害者强调有监视器，不过姓肖警察依然是伫咧受害者因兜甲伊硬揽，佫卡来手来。这受害者是惊到唔知要安怎，这阵依然是身心受创伤。我不敢反抗也有，因为他是警察，所以我怕我可能有反抗的动作，就是可能让他受伤了，还是怎样的，他会来告我。他跟我说出去半个小时，那就可以给我5万块。受害者表示，顶个月31，因为甲男朋友的老母发生纠纷，姓肖的警察伫咧派出所甲伊做笔录。不过事后却是连续几多天打电话给伊，这个月初3甚至是去因兜甲伊性骚扰。他是警察，他也知道我家住在哪里了，他也知道我家的电话了，那也知道我女儿的电话了。我举报了，那他会不会来报复？大部分都是小孩子在家，我丢都在工作这样子。受害者好认双方已经真熟悉，而且受害者的老爸嘛表示，因为警察知影因的资料，烦恼去向报复，唔敢报案。伊直到16才甲面带真情。警方即阵已经介入侦办，除了甲这个警察调离开关单位，嘛会研议相关的处分。拥抱等疑涉猥亵的行为，为调查厘清案件的事实，已经将肖元先行调离原单位静候调查。
警方表示，这个警察已经做18年，伫这间派出所嘛已经做6年。事后，伊是辩讲对受害者有好感。警方除了严格惩罚，这间派出所的主管嘛去互记刑改处分，而且由妇幼队组成专案小组来侦办。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新北市有一间国小传出教职人员安排外口的老师利用学校的教室帮家己的囡仔补习，至少3档的时间，招生的规模阁愈来愈大。学校是表示讲，外口的老师无学校的门禁卡，也毋过将对于水电的使用甲违规的情节，会阁开会来讨论。学期间，大部分的囡仔放学了后，有一寡学校的教职员会互家己的囡仔伫咧教室也是教职员休困的所在来自习。新北市一间国小却传出，少数的教职员工找外面的英语画图的老师，平常时放学了后，拜三、拜五暗时，阁有拜六、拜日的时阵来到学校辅导补习。初步的调查，目前就是学生我们有23人，小学到国中，教职员大概有15人左右。目前了解都是希望孩子在学习上可能有更细致的一个学习。就认为不是很适合对啊，你要请家教，你自然请到家里去就好啦。113年度去年8月，才教人的校长表示，这个礼拜3才了解这个代志，马上来停止辅导，开始初步的调查。校长表示，学校的门禁卡甲锁匙无可避予外口的老师使用。确实没有复制门禁卡，那他们进来的一个部分都是有做相关的一个换证，才可以进到校园。该校教职员疑似未经学校同意滥用公务资源，教育局已要求学校尽快调查厘清，严正纠正，并追溯收取场地使用费。若查证违反相关规定属实，将追究责任，依法惩处，绝不宽待。事实上，学校出借场地拢有场地管理办法，拢需要按照程序来申请。也毋过，这个案件是完全无。而且到底是偌久用偌济水电？学校表示有定后礼拜会完成严谨的调查报告，续落来送成绩考核委员会讨论。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以色列甲哈马斯的停火各有变数。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爱到18才要开会来表决停火协议。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班吉维尔是表示讲，若是协议通过，伊甲党内同志会退出内阁。宣布停火协议以来，以色列阁继续空袭加沙。过去24点钟嘛已经有80来人死亡。医护人员替伤者高伤，也有软桥杀重伤的患者到病院急救。虽然以色列甲哈马斯15宣布达成停火协议，一定19有效。不过加沙当局表示，为停火协议宣布以来，以色列也持续空袭加沙，进前24点钟已经造成80来个人死亡，而且以下停火也有一寡代志，因为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指控哈马斯想要伫最后的时阵改变协议内容，因为安尼延误内阁会议18会表决停火协议。以色列极右派的国家安全部长班吉维尔阁威胁若做批准停火协议道清时。אם המלחמה בחמאס תחודש, וזה מה שאמרתי ממש לפני מספר רגעים לראש הממשלה, אם המלחמה תחודש לשם הכרעה ומימוש מטרות המלחמה, אנחנו מבחינתנו נציע לשוב לממשלה. 纳坦雅胡的执政联盟当中，班吉维尔的犹太流浪党占60席，不过伊嘛表示未冰岛纳坦雅胡。虽然美国总统拜登伫记者会拒绝甲停火协议的功劳，拢算予准总统川普，佮回应讲是咧滚酸笑心。不过学者分析，两个人拢应该为这项协议得到懊恼，而且川普的恐吓甲强硬的策略，互人证明是有效的。President Trump's pressure has clearly played out in a productive way, because we know now that the deal, or the semblance of the deal, is quite similar to what has been on the table since May of 2024. And it's clear that there is a Trump effect. 因为美国伫咧政权轮替，中华官员拢发表个别演讲，国务卿布林肯16日发表，刷起独立记者闹场，抗议美国援助以色列伫加沙进行消灭种族。Respect the process. We'll have an opportunity to take questions in a few minutes. Wasn't the point of the May 31st statement to block the ICJ orders? He blocked the ICJ orders.
抗议者到尾啊，甚至予安全人员强赶出去，现场煞充满真热闹的气氛。自从正式发生冲突以来，拜登政府一直予人质疑。美国境内到全球各国针对以下冲突的立场矛盾嘛愈来愈明显。公司新闻田伟仁编译。英国首相施凯尔去基辅访问，甲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签为期100天的伙伴关系协议。另外，泽伦斯基是讲到，英国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是对欧洲地区的安全上大的保证。英国首相施凯尔16日访问基辅，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签署包含安全防卫、科技、经济、教育等真济项领域合作的100年友好关系协议。施凯指出，英国甲乌克兰当年友谊的力量，免予人看无。这是施凯上任以来第一摆访问乌克兰。不过，伊表示，这是伊甲泽伦斯基第7摆会面。泽伦斯基甲施凯也讨论西方国家伫乌克兰驻军监督停火协议的可能性。另外，泽伦斯基也讲，不管是安怎提限，都应该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时间表斗阵提出。Британія підтримує вступ України в НАТО. Це найкращий варіант гарантій безпеки і не лише для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а для всього нашого регіону, для всього нашого євроатлантичного простору. 根据这项100年协议，英国会协助乌克兰提悬波罗的海、乌海甲阿苏海海上安全，应对俄罗斯军事威胁，包含无人机防御、先进军事科技合作、加监控系统建设，防止俄罗斯为接纳区非法输出谷物。协议也讲到，在协议有效期间，无任何一名会伫逐步攻击或者是侵略时阵孤立无援。在新加坡的官员方面，英国国防部指出，已经甲英国航太系统公司签订金额差不多6100万英镑，差不多代表25亿的合约。生产炮管阁交由乌克兰完成最后征收甲整合。施凯尔表示，炮管几礼拜内就会运到乌克兰。I can also announce that we will be delivering a new mobile air defence system named Grave Hawk, British designed, co-funded with Denmark.Developed to meet Ukraine's needs. 施凯尔访问期间，遭到俄罗斯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攻势，至少一架无人机伫进边英乌会谈地点了后被拍落来。俄罗斯军队攻击乌东顿的刺客甲第一大城哈尔科夫，这可能威胁乌克兰补给线，而且对基辅等关键都市造成真大风险。公司新闻新六倍编译。来看南韩总统尹锡悦昨弹劾案第2届辩论无出席，伊的律师是表示讲，尹锡悦无要阁接受调查的立场无改变，嘛主张讲会宣布戒严，是因为国会选举的票数亲像受到北韩中国的骇客乌白武。宪法法院10日进行总统尹锡悦弹劾案第2届庭审辩论。尹锡悦的律师伫法庭主张顶个月宣布戒严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国会议员的选举有问题。伊讲总统接到真侪相关的检举，嘛对国会议员选举的公正性真怀疑。律师团认为是北韩甲中国的骇客攻击修改选举的结果，会提出相关的证据。宪法法院已经接受尹锡悦这边的申请，要求中选会提供有中国籍背景工作人员的名单，进一步来调查。 선거제도가 문제가 있다고 하면 의혹이 문제가 있다고 하면 국민의 주권 행사가 제대로 되지 않지 않겠습니까? 그래서 그 부분에 대한 시스템 점검 차원에서 개헌의 중요 이유 중에 하나고 그 부분은 답변서의 중요한 부분으로 답변을 했습니다. 그와 관련해서 증거 신청을 지금 저희들이 증거 신청을 많이 했습니다. 尹锡悦的律师团阁讲，在野党损害国家的利益，一直针对高坎的公职人员发起弹劾。 主动因修改宪法内底有关间谍罪内容，这嘛是戒严的原因之一。 윤석열의 파면이 곧 애국입니다. 신속한 재판을 통해 사법 정의를 보여줄 수 있도록 최선을 다하겠습니다. 另外，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迄天驳回尹锡悦这边针对公调处执行拘留令合法性的主张，尹锡悦会继续去行拘留。根据韩联社的报道，按算公调处会提请法院签发尹锡悦的逮捕令。 综合日韩媒体的报道，如果公调处会在48点钟的期限内申请延长拘留令，来延长拘留的时间，上久是20天。尹锡悦10日迄天并无出庭，伊的律师讲尹锡悦人无爽快，也若前一天15嘛已经充分表示立场。宪法法院表示，依法就算当事者无出庭，嘛会进行审理的程序。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
有动保团体指控台中西屯区一个领养14只猫仔的李先生虐待动物，造成3只猫仔死亡，4只受伤哦。伊嘛批评动保处拢无积极作为。冰树鸟的指甲去用扳掉，空喙发炎出人，喙齿还佫去用挂开。台中市一名李姓男子半年前来领养14只猫，涉嫌领地。动保团体指控，去年12月，动保处甲警方得到消息，到里南西屯的租厝所在，所干来将其中2只猫送医检查，无将其他的猫误入扣留，最后造成遗弃的猫3死，4伤1失踪。送养人甲动保团体17号到台中市府抗议，批评公单位无及时介入，严重失职。那个痛有多痛？我想，每个人真的是送养人都会非常的心痛啊。我们的主管机关既不没入，也不扣留，而且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台湾各县市的情况哈。动保团队表示，本来是2018年苗栗区成积孙虐狗案了后上严重的领地动物案件，要求政府严办加害者，而且列入领养的黑名单。动保处强调，动物伫咧法律上属于物，扣留需要得到所有权人的同意。当时李南已经上医，因此无及时处理。行政法里面有提到说，我们要没入的话，需要当事者的一个签名证明的话，我们才可以，而且要宣告他的权利义务，我们才可以做这个动作。当下没有当事人，所以我们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过，法界人士认为，无论是动保法也是行政法，拢有规定，若是对动物犯罪行为有授权主管机关会使没入行为人饲的动物。2017年台湾高等法院判例已经认定动物是介于民法上人甲物之间的独立生命体，公单位应该对时代行。动保法的第25条之2也有规定，主管机关针对这些施以犯罪行为的受害、被施以犯罪行为的受害动物本身，是可以进行没入的裁处。动保处表示，目前已经以动保法向警方告发侦办，司法了后也将李南列入领养的黑名单。若是超过以伤害鸟死亡属实，会面临2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20万至200万块罚金。公司新闻台中报道。过来看高雄的寿山动物园哦，展物园区的工作人员骑车乌多摆的尻川厝啊，无卡磨好，高山仔就来找食食。动物园是呼吁民众尽量都唔通互高山仔看到食食，嘛唔通甲高山仔起冲突。机车意思互掀起来，台湾高山仔伫机车置物箱内底一直烧。16下晡，高雄寿山动物园一台巡逻车，因为工作人员无将椅子收好，互高山仔并起来找物件食。同仁他刚好就在旁边工作，他可能就是把行李箱就随手盖上，那可能他没有做好这个确实去看看是不是行李箱有确实关妥这个动作，那刚一转身就看到猕猴正在翻找他的行李箱。园方趁机会翕影片做机会教育，也毋过看到高山仔带狗仔囝出来找物件食，也互人关注高山仔是毋是因为食物无够，抢食的状况才会变严重。也毋过专家表示，主因也是长期接触人类。叶子啊、昆虫啊，其实都是猴子他们会吃的东西。那再来就是呢，像车厢的问题，其实他们因为长期跟人类相处，那有时候有些车厢没有锁好，他就会发现说，里面有一些食物可以吃，所以他们就会去翻找。园方也有专家提醒，高山仔因为长期接触人类，养成机会主义习惯，民众食物若无收好，或者是椅子无锁好，都会互高山仔有机会。定定来寿山爬山的民众也有防教的方式，会当看到民众揣来几支粗的手机放伫咧车顶。大便啊，会咬破这个坐垫啊，放着有障碍，它就比较不会上来。有弹性，它会怕放了个陷阱，它就会不敢上去，不然它就会把它坐垫把它打起来。有人认为，这部分民众饲狗的行为，互高山仔养成向人顶找食食的习惯，应该加强宣导。园方也提醒，拄到高山仔并地啊，或者是抢物件食，莫正面冲突，避免受伤，或者是贵重的物件，互摕去深山内底，更较恶吹。公司新闻综合报道。高雄屏东的车道顶哦，即马是抓袂了，所以拢开课要来训练民众来盗抓。因为有真侪人若看到车道顶，会随敲电话通知里长，也毋过里长嘛不一定知影讲要安怎抓。高雄市哦，就开里长的培训班，要来教里长抓车道顶。甲车道顶用手固定咧，才甲绑起来。专家当咧教抓车道顶的撇步。这是去年底高雄开的抓车道顶的训练班，只要受训有领证，就会当合法来抓车道顶。训练班推出了后，受到真大的肯定。今年除了要搁办2梯，拢总要收200个人，嘛要另外办互里长上的抓车道顶的训练班。
民众发现绿鬣蜥的时候，常常第一时间会寻求里长的协助，所以我们预计在2月17号来开设里长的专班。高雄的青岛町是母马市，估是去年就掠到5800多只，因像在出现伫溪边或者是圳沟边，甲民众生活范围是真近。市府发现讲，民众若伫社区发现青岛町，第一时间拢关系通知里长。那以后眼客人化来讲，真正几个里长拢接到民众通报有看到青岛町。亲像仁昌里的里长，就捌1个月来接到10通电话，嘛互伊决定要来报训练班。其实我们之前抓到，我们也不晓得要去哪边给他放生干嘛，我们没有一个渠道管道去做任何的一个安置他，所以我们给他之前给抓又给他放回去而已。不过，真做基层的里长，嘛有人希望讲这项工课莫搁加伫因的分数顶，因为平常时在地工课都已经真济啊。里民的服务哈，我们是比如说抓猫抓狗已经很多了，又现在要抓了绿鬣蜥吼，接的时候比较超过我们的范围之内啊。今次要参加是尊重个人的意愿。农业局讲，顶一日已经提供报名表，予各里的里长，按算要招120个人，头一梯会伫2月17开课。目前报名的人数已经超过一半，来登记的人若是有够多，也会继续来开班。记者综合报道。伟大的执行长黄玲芬来台湾第2天哦，行程是完。今仔甲第7镇的董事长魏德嘉来见面，暗时回答每个。昨暗晡伊嘛去台中的逢甲夜市啊，因为人伤过济咯，落尾是取消行程，也毋过伊讲有机会会过去。在台北市松山区的美发沙龙店，破例早就开门，所以回答执行长黄玲芬一身招牌配衫，真有精神，赶来甲头毛。提出回答logo机器人甲剃头毛师傅真欢喜，斗阵翕相，看出心情是真好。宣访来第2天，回答执行长黄玲芬为迎接17暗时公司买机，透早就展开新的行程。The first meeting I have is with the women in technology at NVIDIA. We need to promote and support the women in technology because we want more women in technology. 在听科技女力黄玲芬，伊分享早期回答10个人当中这一个女性，即马已经进步到3个人当中都有1名女性工作人员。伊个透露，都伫今仔日计划甲台积电董事长魏铁嘉会面，再去参加伟创的年终派对，最后就是大家拢注目的回答家己的买旗。不过行程满，佮特立独行，无参加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的就职典礼。I'm going to be traveling, and so I've already had these trips lined up for a long time. 另外，伊也强调，因为 GPU 甲 AI 的发展真紧，新形态电脑爱成长甲真紧，所以包含台积电、富士康、伟创企甲广达等等，台湾有45间左右的优盘，无这优盘共同努力，一切无可能实现。不过同时，伊也讲到，昨暗的放假假期真是有够惊人。都伫前一日，黄玲芬参加伫台中乌节食品科技的新厂开幕活动，原本透露暗时要去逢甲夜市啊，结果啥物拢无食到。真侪人先过节前，黄玲芬伫人群当中待45分钟，先翕相签名，啥物拢来。无奈真是人先过节，只好脱离。不过黄玲芬佫透露，家己下一摆会过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高雄市正式成立特殊大队，是国内第3个南部头一个摕到国家搜救能力认证的县市。今仔伊嘛展现消防机器人 VR 拍火设备等科技救灾的设备，那么做伙来了解。队员手抱搜救犬，看耍规，准备要对3楼悬的所在降落来。这是高雄市特殊大队演习伫溪坎救人。一来到地面，搜救犬随开始四界找受困的民众，找到人就大声吠。边的队员也随透过这台全新的消防机器人，将伤者插起的冷桥顶端，顺利完成救援。我们可以看到，由我们的搜救人员先将我们受困者呢，可以直接帮他放置在拦式担架的上方。那放置上去之后呢，由我们协助确认之后呢，我们现在改由机器人来克服地形，
进行协助救援以及搬运的动作。高雄市特搜队伫去年摕到国家搜救能力的党型认证，是国内第3个，也是南部第1个摕到认证的县市。今年特搜中队升加做大队，救灾设备包括机器人、无人机等等，其中这项 VR 拍火设备是上新的。透过科技的辅助，和队员练习拍火器的使用，会当减少环境的污染、资源的浪费。实际上的火场迄个感觉啦，有一种模拟的感觉。啊，不过伊会当克服讲这个场地可能袂有迄个环境污染的问题。先成立2个分队，所谓的特种第1分队跟第2分队。那未来我们会朝向第3、第4、第5，会陆续规划成立。而且会有所谓的机能化发展哦，比如说针对所谓的山域、水域，然后车祸救助。特搜队讲，目前第1队甲第2队分别是设伫南坑甲小港，后续阁有3个分队要设，希望会当提升高雄整体救灾应变能力。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新北市的交通局去年底开始，将对无青红灯或接出车祸的路口设办连接 AI 系统的 LED 扛棒。扛棒会提醒伫主要干道的驾驶是靠违的来车。去年试办到呾，发现有一半的驾驶看到扛棒会先打档来放慢速度。民众赛车伫咧车路顶，若是看无巷仔底到底有车要出来无，是真危险。新北市交通局即摆利用 AI 系统串联这种 LED 看板，若是知道有车要出来，伊就会提醒干道的驾驶就爱细字。去机车要为巷仔出来，看板就会倒，互干道的驾驶注意。新北市伫芦洲、邦桥、永和、新店各共10个无青红灯的路口，设置这款有影像辨识功能的警示系统。提醒干道驾驶经过路口的时，驶较慢嘞。为个路口吼，伊路较矮，伊无人行道，无空间可以设置迄青红灯，所以即摆就是利用这，我们就加强它一个警示的效果。新北市交通局讲，这目前是试办计划，为去年到呾发现有50%的驾驶经过路口，看到警示会放慢速度，目前看起来时速平均慢6公里。尾手会继续观察效果，决定敢要增加设置。有民众感觉这真有效，不过也有民众烦恼，会阻挡到驾驶的视线。就会看到这边亮起来，然后对于就路口安全，我觉得比较友善啦。赛车要注意的物件已经足多啊，我看这我感觉较困难。就是我这样骑过去的话，会不会这个牌子反而会挡到我看这里的视野吗？另外，新北市交通局讲，虽然即马经过系统的警告，民众会放慢速度。但是烦恼未来民众来看惯势效果会变歹，所以因也会考虑甲看板换所在放，增加民众注意到看板的机会。记者郭曾俊由新北报道。要过年咯，年货大街嘛开始咯。桃园区的南华街、金虹街在办年货大街，人气是强强滚，真热烈。市政府嘛表示讲，拜6礼拜会分阶段来进行人车管制，嘛呼吁民众尽量是坐大众运输。这边过年啊，不少人无用买年货，年货大街是人才滚滚，糖啊饼、南北大会，啥物拢总有。桃园也推出年货大街，伫桃园区南华街、红街咧举行，吸引真侪人来买。虽然通货膨胀，年货也起价，不过民众讲过年就是买喜气应景，少买一寡就会使。通货膨胀嘛，现在什么东西都涨，这个都会影响到啊。像电价啦，什么东西都会调整的话，这些都一定会影响到。有啦，民生用品真的有涨价啦，少买一点。现场环境极高，工作人员管制速度交通。桃园年货大街第1摆选择旧城区结合南门市场真条甲地方特色，14开始一直到27，今年规划80单。为形成招牌活动，更较侪人潮，支付分阶段人车管制，也呼吁民众爱加运用大众运输。机车临停区在南华街、文化街、民族路单侧，南门公园前人行道，民众可以多加利用。市府表示，年货大街就按分阶段交通管制方案，包含开放机车、民族路、大边、路边黄红线停车，会随时观察周边主要道路交通状况，启动停车或者是路口管制。警方提醒市场人真济，爱注意保管随身的财物，才袂互真溜啊偷摕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过年猪肉的销量会较大，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是开记者会，呼吁社会要爱重视生产优生猪肉的流程。因批评讲，猪肉活体拍卖过程伤残忍咯，
呼吁政府立法禁止活体拍卖的猪肉。过年要到啊，真侪民众会去到市场买猪肉。那个时间倒转去前一天，这个猪仔互人送去拍卖场划价时，卡只片会写号码，手上选定介意的猪仔，就准备送去抬掉。这个拍卖过程，互动物保护团体批评讲受过残忍，甚至佫有猪仔规个软脚互人拖咧行。经过像走秀一样的，经过那一篮一篮的这个让大家来挑选。我们就算要吃猪肉，其实也不需要让猪经过这么一连串的折磨折腾。根据统计，台湾达当交易740万只猪仔，其中600万只是经过拍卖。动保团体表示，这寡猪仔互人掠去台进前，拢会经过4个程序。一开始是互人送去拍卖场，拍卖了后，再去就车运送再去台雕。这段时间头尾有24点钟。动保团体希望通路厂商会当省掉拍卖程序，甲猪仔直接再去屠宰场台雕就好啊。动保团体嘛，针对台湾的大卖场做一份调查，结果显示台湾的大卖场对生产优先猪肉的过程无够重视。很遗憾的就是，我知道大家都想要一个更简单、更清楚的方式，可以去识别在包装上到底哪一些猪肉我可以买，哪一些猪肉没有虐待猪只。但是现在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因为不管是猪肉的厂商还是猪肉这个通路的企业，他们都对于活体拍卖这个东西还不够重视。动保团体表示，过年这卡刀爱拜拜爱围炉，猪肉销量真大，希望民众卖场会当共同来重视。因为目前真侪先进的国家，亲像欧洲、美国、日本、韩国等等，拢已经取消活体拍卖。动保团体希望农业部会当定政策，取消活体拍卖，减少猪仔运送拍卖痛苦。记者陈阿双、柯敏哲特别报道。来看台南县空国小办新春弄关的活动，予囡仔用台语来过三关。中昼顿哦，佮特别穿代表团圆的红色短腿裤，佮代表好彩头的菜头汤哦，予囡仔拿来了解咱台湾过年的文化。菜头，予你咱拿。旧历春节连米到，台南空国小的囡仔大家对老师咧留台语过年的吉祥话，准备要绕台语过三关，展现这学期台语课的学习成果。3个关卡的弄关迎新春活动，除了用考证祈福来练捌传统的过年习俗，把教囡仔新正年头的拜年好话。我学到捧果是平平安安，彩头是好彩头。过年时啊有一寡吉祥话，咱会透过这个食物，也是咱普通时啊看会到的物件吼，来学咱囡仔来学咱过年的吉祥话。透过这个学习这个健康食品，而且互囡仔知影讲咱物件食物的力量。英国国小佮特别设计应景的中斗凳，拄刚咧控红烧腿裤，用大火甲煮好烂，佮加挂土豆落去，厨房内底香公公，边佮有一鼎菜头汤咧滚，为学校充满过年的气氛。校长安福定表示，学校特别甲春节传统甲新农教育做结合，要互囡仔透过饮食教育感受过年的了解。红烧蹄膀，伊就是代表富贵团圆，然后这个菜头汤就是代表好彩头，茂谷柑，这就是代表大吉大利的意思。校方讲，希望透过这种趣味活泼的方式，互囡仔更加了解台语甲咱传统的文化，嘛，互因伫过年时会当参时代用台语交流，传承咱的母语。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台电协和电厂第4天然气接收站第6届环评初审早起伫环境部来进行审查。基隆市长谢国良亲身到场，表示反对的立场。基隆大部分里长是拢真支持。台电是强调讲，起4接对减少污染甲减碳有帮助。我们希望环评委员可以本着专业、跟环境保护、产业发展，以及最重要的就是基隆市民的一个权益，来好好的审查。那我们以4部这个燃油救机组换成2部燃气机组以后呢，我们的空污减量达到96%，那么碳排呢也可以达到52%的减量。因此，协和更新改建确实对减污跟减碳有正面的效益。因为登记要发言的民众上侪咯，环境部本地是拍算讲要限制人数，也毋过环保团体是批评讲部长张克讲要扩大参与，落尾是协调42个民众会当立场去表达意见。
再来看，虽然去年温度是真高，也毋过调查发现讲，绿岛海底珊瑚白化的状况是无介严重。团队是指出讲，应该是有真强的乌海水海流在保护。去年受到高温的影响，全台湾海基的珊瑚礁出现白化的情形。东海岸三关海湾水底珊瑚白化的情形就真严重。绿岛去年虽然发现珊瑚白化，不过中研院的研究员发现讲，绿岛比台湾各地珊瑚白化的情形较无遐严重，是甲乌条海流有关系。黑潮是个流速还蛮强的一个海流，所以对于热的吸带来，它其实上有很大的这个作用。再来是绿岛的珊瑚可分布的水深可以超过将近30公尺，所以水越深呢，那的这个水的这个温度就稍微比较冷一点。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嘛烦恼游客伤济，会造成绿岛珊瑚生存的危机。今年因开发绿岛海底畅水渔具的体验，甲水底20米至30米深的景观。制作360度的影片，互民众挂 VR 的目镜，唔免插落水底，就会当看到海底真水的珊瑚礁。我觉得还蛮震撼的，就是确实，如果还没有体验过潜水的人，可以来体验看看。摄影技术用最新的方式带到水下，让大家可以在不用到不用潜水，也可以到我们的绿岛的水底世界。不过，陈昭伦嘛烦恼讲，大只鱼仔若伫互人类掠了，同款会影响珊瑚礁的生态。海底大只鱼仔的数量乃当增加，维持珊瑚礁健康的生态链，绿岛珊瑚生存的情形，就会当活了更较好。公司新闻台东报道。台湾的高屏鸚是量要绝种的鸟仔。去年的2月，有民众伫未了落水溪出海口抢救一只互网仔颠掉的高屏鸚。林业署嘛证实讲，这是消息几10冬的高屏鸚，即马搁再出现。高屏鸚飞咧西大桥边。被研究团队领记录落来，佮透过自动录音机收集环境声环方式监测，发现为落水溪下游到出海口，有高屏鸚频繁活动的地区。本分署最新的生态调查，掌握濒危鸟种草鸮的出现位置，证实除了南部地区，中部地区也是数量稀少的草鸮活动范围。领署表示，濒危保育类的高屏鸚，过去活动分布包括台南、高雄、金门溪和高屏溪沿线。嘛是唯一会在地面繁殖鸟头鸟，全台湾剩500只。之前在中部地区有少数记录，但无定看。去年2月份，有民众在未了出海口抢救到1只，当地生态协会嘛陆续发现高屏鸚的踪迹。透过我们几年的努力，然后让这种保育类的草鸮不断的有机会在我们这个地方来富裕。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针对。好不容易能够保留下来的台湾草鸮，能够有更加的珍惜。领署南投分署表示，这次调查确认高屏鸚暌违数十年后，再度出现在落水溪流浪活动。但高屏鸚的保育、面临环境的变迁、农药使用、栖息地破坏以及流浪狗的威胁等问题，未来各结合各项资源，维护营造更加友善野生动物栖息的环境。公司新闻王伟雄为您报道。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气象署针对9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上悬是无到10度。明仔载就是大学学车头一日咯。气象署嘛指出讲，大陆冷气团会豆豆减弱，日时温度会回升，也毋过西部日时甲暗时温差嘛是搁足大，所以民众就要特别注意。下晡8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18度；中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1度；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3度；东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0度。华岛地区上低10度，上悬16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